曾經諗過租住床位，但係因為租金太貴。娘親都捱擠迫，難免時常拗撬。佢哋行假在獅子山下相遇上，點會是關心多於唏噓？憑假等上公路。勞氣實情冇用，佢哋全家在屈質房內相共對，車上安居尋夢去。政府加深各方矛盾建屋，不准你吹。貧苦無奈分劏房，樓梯亦流淚。憑假等上公屋，惆悵面上帶淚，抱憾大家在獅子山下逼共對。辜負安居夢碎。